今日講日約翰書5第11節咁樣講到，也就係佢嘅見證，意思你咪計見證，上帝已經本設加了嘅恩典，都係永久嘅生命，佢本了設加，在佢嘅阿納呢個方面，阿納都係講到耶穌基督，咪嘅意思呢？每人相信耶穌基督上帝嘅恩典永久嘅生命嘅祝福設家，才讓設家去相信主耶穌基督係個救主，係上帝設家得到永遠嘅生命。嗱，日約翰書5:12節咁樣講到，係每人有家嘅阿納要得到生，每人冇家嘅阿納冇得到生嘅生命，嗱，咩意思？每人要相信耶穌基督，要得到永久嘅生命；每人冇耶穌基督，即係內中冇得到永久嘅生命，就係咁嘅意思。嗱，喺呢個詩篇所書14節咁講到，聖靈就係擔保本設家，佢擔設家得到前穩，喺呢個屬設家從罪惡嘅方面。變設家上帝嘅阿納，聖靈擔保設家，佢屬設家透過耶穌基督是在設家相信佢，設家變上帝嘅子女，變上帝嘅阿納，設家能夠讚美主，才讓人設家係相信耶穌基督係個上帝，係個救主，設家得到贖從罪惡。拍到嘅方面，每一人世間你喺度都跌落罪惡嘅方面，其他國家做嚟嘅罪惡，你係每人就有一個突從一罪惡嘅嗱，就係透過上帝嚟到世間出世，按照耶穌基督死在十字架，3日因係佢復活，幾人能夠出場設家嘅罪，幾人能夠擔設家從罪惡拍到嘅方面，每人相信佢得到永久嘅生命，就係上帝。本了設家嘅恩典，永久生命嘅恩典，相信主設家得到，阿門。